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！今集我哋將會同大家簡單介紹一個特別嘅教室。咁你喺學校應該都會見到佢嘅喎。而家係香港嘅中小學啦，特別係中學啦，應該非常之普遍嘅。咁呢個嘅特別教室就係大螢幕所見到嘅。OK，有啲設備喎，有啲實驗要做喎，所以佢就係科學實驗室啦。咁今集就會同大家一齊去簡單介紹下佢啦，到底有咩可以做，有咩唔可以做，有咩實驗我哋會喺入邊做到，有咩要注意嘅事項呢？咁我哋一一都會去慢慢介紹嘅。咁大家又唔知有冇入過去呢個叫做科學實驗室嘅呢個特別室啦？咁入邊其實係有好多唔同嘅設備嘅喎。咁我哋又為咗響應呢一個小一小四啦，今年係教育局係安排咗拆科啦，係咪？就將常識科咁就拆咗做人文啦同埋科學科嘅。咁呢兩科特別係呢個叫做科學科啦，科學科咁就小學亦都係撥咗一啲嘅錢啦，咁就去建造咗一個科學實驗室咯。咁所以小朋友可能都有曾經入過去，咁就了解過入邊啲嘢喎。咁等我哋今次就簡單重溫啦，或者係學習到底有咩深入啲要注意嘅事項。咁科學實驗室係一個令人非常之興奮啦，但係同時亦都充滿咗好多化學嘅物質嘅，玻璃製造品啦、火焰即係火啦，甚至係潛在一個混亂嘅風險嘅。咁講咗咁耐，到底乜嘢係科學實驗室呢？科學實驗室就係一個專門設計空間 ，OK， 一個設計嘅空間，設計俾學生同埋研究人員能夠喺進行實驗啦、觀察現象啦，並且進行科學嘅理論嘅。咁呢個係一個結合學習同埋實踐嘅場所。喺呢度你就會將課堂所學嘅知識 ，OK， 就轉化做一個叫做實際嘅操作經驗喎。咁你作為一個嘅學生，咁你有咩角色呢 ？OK， 作為學生 ，OK， 作為學生科學家，你唔單止係要喺學習科學知識上邊，你更加需要培養科學嘅思維方式。OK， 每次實驗都係一個新嘅探索機會，等你體驗到科學嘅發現過程嘅。記住，提問啦、探索啦、記錄就係你嘅核心任務。第一，觀察者，仔細記錄實驗嘅現象，培養敏銳嘅科學觀察力。第二，思考者，分析數據，提出問題，並且喺從中尋找一個合理嘅科學解釋。三，合作者，咁就同一啲嘅組員啦、同學啦，協助一個完成實驗，分享發現同埋見解。最後，安全守護者，遵守安全嘅規則啦，保護自己同埋他人嘅安全。咁實驗室都有好多唔同嘅規矩嘅，咁以下就列舉咗一啲普遍嘅規則啦。OK， 實驗室入邊係嚴禁飲食嘅，包括香口膠。OK， 嘢飲只可以飲水，水都唔可以飲嘅。其實，因為你唔知係咪一啲嘅化學物料啦，如果你飲咗落去，咁你好大機會有一啲生命危險嘅喎。第二就係穿戴一啲必須穿戴嘅防護裝備。OK， 咁我哋後邊就會講到有咩必須穿戴嘅。第三，永遠唔好自己一個做實驗。OK， 唔好用手自己一個去做。OK， 第四，遵從所有指示，遵從老師啦或者一啲指導員啦嘅做所有指示，你先至可以做嘢嘅。第五，未經許可係不得觸碰任何設備，包括進入教室、觸碰電器 ，OK， 甚至係用本身燈等等唔同嘅裝置。OK， 咁我哋有啲乜嘢係要穿 ？OK， 有咩要着嘅，有咩要戴嘅呢？你一定要固定好自己嘅頭髮啦。女孩子咁就應該要綁翻好你嘅頭髮啦。男仔應該頭髮係會比較短嘅，咁就唔需要啦。OK。第二就係你要戴安全手套，安全手套係俾你喺處理一啲化學物質啦或者標本嘅時候係去做嘅。OK， 第三，安全護目鏡，即係安全眼鏡啦。所有涉及化學物料，即係溝嘢啊 ，OK， 或者用玻璃嘅器皿都要必須遵守。OK， 第四，實驗袍，咁呢個可以戴或者唔戴都得啦。OK， 個實驗袍咁就保護你嘅衫啦同埋你皮膚嘅。特別一提就係實驗室入邊係禁止着涼鞋啦、長袖嘅衫啦，或者佩戴任何嘅飾物嘅。
OK， 常見嘅一啲嘅實驗室危害物有啲乜嘢呢？第一就係一啲化學嘅危害啦，OK， 腐蝕性嘅有毒嘅化學品啦，同埋易燃嘅物質。第二，物理嘅危害喎，玻璃嘅器皿啦，高溫嘅設備啦，甚至係一啲電子嘅設備喎，會引致觸斷、短路等等唔同啦。第三，生物危害有啲微生物啦，仲有一啲係生物嘅樣本啦，同埋一啲利器。OK， 咁生物可能係一啲未經技術去處理嘅一啲原菌啦。OK， 所以你會有啲危害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要了解啦，並且識別呢啲嘅危害物係預防嘅事故嘅第一步。實驗之前必須閱讀安全資料表 SDS， 了解所需用到嘅化學品嘅特性啦，同埋應急處理嘅方法。咁遇到一啲緊急嘅時候，咁你有啲咩程序要做呢？第一，更加係要保持自己 ，OK， 自己所有人都係啦，自己去冷靜咗先 ，OK， 唔好驚慌，立即停止實驗操作。第二，大聲啲 ，OK， 通知嘅他人啦，指導嘅老師啦，或者實驗嘅負責人。第三，採取行動就係做一啲刪咗可能啲設備啊，甚至咧係逃出呢個嘅實驗室嘅。咁火災要點樣處理啊？細火啦，咁就用滅火筒啦 ，OK。記住一個叫做 PASS 嘅原則 ，OK， 拉、瞄、壓、掃 ，OK。咁跟住咧就係衣物着火，咁就停下來、躺下來 ，OK， 翻下滾啦，或者用安全嘅沐浴 ，OK。最後大火咁就一定啟定呢個消防嘅警鐘啦，咁就疏散啦。咁如果有化學品溢出咁又點啊？少量嘅就有吸收劑去清理啦，帶好防護裝備啦。大量嘅咁就都係要疏散啦，通知專業嘅人士去處理。皮膚接觸咁就用一啲大量嘅清水，喺至少15分鐘嘅。咁記住一個緊急電話號碼啦，香港就應該係999啦。咁記住要喺緊急時候打電話，同埋最近嘅出口逃生嘅喎。咁記住啦，各位同學，每學年嘅時候，你應該係必須參與消防嘅檢格練習 ，OK。咁最後，咁你準備好開始你嘅科學之旅未呢？記住呢啲嘅重要原則：安全第一，誠實記錄，尊重他人，積極學習。實驗室係一個充滿發現同埋成長嘅機會。遵守規則唔單止限制你 ，OK， 唔係限制你，而係要你呢係安全有效咁樣探索科學嘅奧秘，做嚟喺實驗之中有一個豐富嘅學習經驗。最後，大家記住要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。我哋下一段影片再見，拜拜。